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1年前，苗栗县政府标出财务危机，风险有648亿元安多，被到中央高不中爱建议。1年过去的，结果本等变起来的原创性债务一早早走出来，到今年底债务唔单止无过少，但都变多诶，会有661亿元哦。今年苗栗县政府抢还了出2亿元。假使当年如安尼，还会300人还的下。严重持有厂为操到的加创单位收入，希望屯前严重刘正峰时代起的七大厂管 OT 出去，都是为讨民间来营运。不过公告为200，公开也算时代下新闻，还是无人想要去接。苗栗县政府也作为侵犯的打算，可能最里面还是爱自家来治理。也七大厂管更加的状况用呢？农业嘅民间企业无人敢去接呢？来看我哋嘅报道。规片的油桐花投影到边方，小朋友就停定见天堂油桐花影相，欢喜的跳上跌落。昨天少妇的草现上出现，小朋友很较欢喜的，也为到顺方叶名嘅名。为到上年来，苗栗县城市规划馆相亲办法，还将官员做人工的山向下搞向平落。至少一样，还是当少有人来，一群小朋友还是今年唯一的一团人客。先前是有大概1、2家我们旅行社，那他会把一些就游客的部分带进来。那大部分呢，我们目前是因为以我们县内的一些亲子教育，所以我们有跟学校甚至去做一些宣传，所以蛮多学校愿意把小孩子带到这个馆舍。那为什么要带到这个馆舍？因为它叫做城市规划馆，那它有我们苗栗县的18乡镇的一个各种特色的一些影片。好，我们这主要是利用影片来介绍我们18乡镇每个乡镇的一些特色人物风情。城市规划馆係苗栗縣七大創館其中一個，其實最舊嘅演藝會去改建呢。民國102年修整好，103年就交給國際文化觀光局來經營。去年7月咧開始數錢都見，超過10年咧，漲數到2萬人天天。按算每年咧，每漲數到27000元幣呢。和其他場館當中係大爆嘅。整個一個縣政中心的這些大樓，基本上它的外觀都大同小異，所以它讓一般的民眾認為它還是一個公署，所以比較不容易親近。那當然，我們也很努力的在之前推了非常多次的一些宣傳的活動，希望把這個館把它打響出去。可是因為所有民眾給我們的一個反應，它就太像辦公廳舍。一大嘅本地議事堂改起變做360度環境劇場，事態前規劃嘅一流設備，殺當少用到。實際上，劉正峰時期打造苗栗七大場館，包含客家演療、演才樹演、客家泰演、城市規劃館、苗栗特色館、泰雅文物館同水下文物館。除咗苗栗特色館已經標出去嘅，水下館唔合適 OT， 其他5大場館也係都上 OT 本廠商。打算把我們一個議事廳跟我們後面後棟議員的一個休息區來做一個結合，那做一個案子，把它做一個可行性評估，那用 BOT 跟 ROT 的一個方式，那假如說評估可行，那我們就會用徵求廠商來進駐投標，參與這樣一個館舍的一個經營。既然做案的館出來以後，我們至少不要變成那財政的更大一個黑洞，那我們也要帶動使用者付費按呢管樣，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夠做到自給自足啦。苗栗縣政府去年把債有648億元安多，有到其他債務今年又出來，每一把債冇減少，點都增加到662億元。人們決定國泰場館天初起價1000元來路好運用。基本就唔啦，哈，根本唔啦一樣嘅做，所以企業長哈今年嘛哈編幾樣嘅預算的時間嘛，起價就看得50億，就是務實的來做。
看得唔是伊，就伊也有公开同议员哈同详情讲嘛哈，压1-2年，不是1-2年的时间，来一天我财政，一天我活转。原先有听到县府在讲说，我们今年执行的预算是去年执行预算的打7折。那明年的预算呢？听他们讲要再打7折，也就是明年的预算如果照这个方式推论下去，也就是明年的预算会是去年预算的50%。如果有破产法，我们干脆宣布破产，因为在这边我们很沉痛的跟我们苗栗乡亲表白一件事哦，就是说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谁来当县长几乎都做不下去了。财政预算经大载，苗栗县政府捐口相亲办法比总钱好上钱，一年差唔多4200万元来营运的国泰场馆，年时已经2名招标，看哪听得到冇？我们现在进行可行性评估啦，那大概进行招标的部分哈，就是 OT 招标部分，大概元楼跟因材书院是一起，他们2个案子是一起，因为很近嘛。客家原料对去年7月的多金门票同停车场收入减减700万元，按算今年呢收入到900万元，喺其他场馆当中清赚钱呢。平常时来主问，每位有投篮技术员带领参观，只不过按样嘅营业额年时还相当创伤。因为 OT 本来的话，费用会非常高，因为县政府又讲。罚咗1300-400万1年啦，他呢一路拖嘅赚錢啊，可能冇怕賺嚟接受維持唔過。蔡鐵企業家陳雲飛喺台灣青態花茶茶包一隻，每次落去客家原料做成2年半，評估過後還係決定要離開。自家到中山高交流套順項是太顯嘅服務點嘅。政府是要把1700萬負擔不專門民間來做嘛，他民間又行個人事費用差唔多1000多萬。所以給他比較建議了，1年可能有2500萬的毛利。我覺得可能廠商會太擔心了一點，他其實這一點不需要太擔心，因為那地理環境非常的好，因為那裡有一個清水廊道，那裡平常到那裡去的民眾就很多，還有高鐵也在附近啊。地方認為其他場館優勢本土優勢，而經營都好很困難。当初在建這些場館的時候，那我們就在議會建議他說：你真的要蓋，把它集中起來。像我們客家園樓、閩南書院，當時我就在議會建議把它放到客家大院，它可以成為一個觀光資源。可是當時的主政者認為他有能力去單獨營造，所以也開了一條運河，花那麼多錢。事後證明，這不是人力可以改變的，所以就變成蚊子館。其他場館開始收錢過後，苗栗縣內基嘅50錢的景點，推喺2年見到當多人氣。苗栗市公美西龍作為其中一例，就算平常時也七彩龍迎客行喺當多，還上來古天的談咧。自然啊，很漂亮啊！你去沿路那是新造型而已啊！去看一寡迄個傳統的物件啊，對吧？以前客家人傳統的東西。你防控做到愈好啦，該教堂的防控去過子母隧道，你講維繫隧道，行停擺咧，你是將歷史的古蹟啦，按本人來反映以前的東西，求佛茶散寫。公美西龍係同日本數嘅戲嘅，咩 Q 山線歸路嘅新疆嘅一座專內路，有啲數有50錢。像安樣景點，還有今年一下變到當出名嘅3D 廢材3D 天台，安樣比起來，係講景點要收錢，相關嘅內容要好，做行家創業嘅。嗰位主要冇乜嘅聲音嘅為首啦，內容也冇那豐富啦，應該客家人料本來客家人料有一個歷史嘅人要應該主題講出來啦，喺地擺本身粗料空間增加啦，周邊嘅停車又難，
哦，该摆戏啊，还不因可以蛋。我们是从台南来到客家园的来这里参观，我觉得这个地方它非常的舒适，而且很漂亮，很有价值。那有空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这边参观。那当然的话，如果说不收费，那是会更好的。苗栗七台参观当中，也唯一标出的成功例的係苗栗體育館，也特別本地嘅防體嘅表揚。3年前，縣政府整理過後標出去，係菜體嘅有名長樂企業來經營。一站嘅大拍講冇按規經營，搶喺安泰停車場，一張嘢做打出19萬元嘅租金。像目前呢，像停車場呢，所以也因為苗栗縣政府呢，加財政窘困啦，所以苗栗個7大館全部有收費。目前要找地方目前全部都承擔下來吼，都直接連停車場所有一切費用都唔是錢。其實係講大家賺得多錢，菜體企業家要很認真地問按樣嘅接下來做，比將泰雅文物館和泰安溫泉區，縣政府要實施下去每一隻有想做困難冇？溫泉區嘅營業者做得共同來經營嘅。哦，有問題就講，唔好講嚟做事咧啦。而家講做事咧，人家所有營業者就冇辦法經營下去，冇辦法經營下去就冇人要帶領下去咩。但是呢個營業者聯合起來，譬如講嚟做一個各地方嘅特色嘅菜嘅表演。溫泉區營業者認為，係講單一營業者來 OT， 不當大家共下來做，結合菜地特色共下食。推付費武林農場做係成功嘅例子。武林農場附近所有的旅館或是民宿，它晚上都有樂師的表演嘛，哈，這些音樂家的表演，他們裡面用一個交換的方式，你的表演我就提供時數給你，你是2天的行程或者3天的行程，我整年度都排好。銀行要做的按不得無奈希嘛，哦，改一個娛樂的方式。人家泰雅文化館中央嘅道理啊！現時 OT 7台場館時代下討論嘅當道，有樣剛去接嘅業者實動手，對去年逼出財政危機到今，連客家人嘅 OT 案都流標200，係講結局還係冇辦法 OT 出去。苗栗縣政府應該用做爭好呢？地方也係一種想法，將就搶中央政府買轉苗栗縣部分資產。如果實在沒辦法，那是不是我們在那呼籲縣府？我也曾經跟縣長談過，縣長大概也同意，是不是我們也拜託中央當然馬英九政府要準備下台，小英政府上來，是不是把這些場館賣給中央，就是產權賣給中央，中央撥錢，那請中央不要跟苗栗縣政府計較。OT 不出去哈，我覺得這個場館就是等於說是縣府責無旁貸的，哈，一定要來經營下去。當然佢講愛記嘅呢苗栗嘅財政市縣長嘅想法講嘛客家人嘛都唔得買田買地唔過假使中央係有按你嘅構想，其實按你對苗栗財政有幫助，也係一啲方法啦。一部苗栗財政按太空，搶意思上前用嘅都唔啦。到90年代，苗栗縣安順搶做得完中央2億元，同巴仔600億元按到來比，搶喺本錢做完300億元。苗栗未來有沒有希望？我看起來是蠻擔心的。以今年度的預算，議會通過的是收入面是192億多。那支出面是190億，那就算今年到年底12月30號執行完畢，我們1年只能還2億。那以現在的債務660億來計，那遙遙無期。一定相信當關係苗栗財政按多錢用個曬，其實中央嘛已經對苗栗的所有的支出就有控管，場館係冇人來食，青海班冇人來食。一條路行下去，銀行係繼續行下去，咁樣嘅做嘛客家人要講嘅客家精神眼鏡精神嘛唔錯嘅政策比貪污行較得人驚。頭擺苗栗縣政府唔個人反對，4億幾億元來去7台場館。巴仔巴到按到，當年考試4000萬元來維持一個場館，再留子孫幾台結果，最冇法度去建設，唔知哪年才會有成果。